为因应灾害发生时紧急提供灾民收容安置。嘉义市设置多处避难收容处所，以确保市民生命财产之安全。嘉义市避难收容所在东区设置28所，在西区设置25所，可收容人数共计77975人。相关资料可至嘉义市防灾资讯网下载。